我跟总书记同框的照片就是在我们家客厅拍的。当时总书记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家庭收入、孩子上学、医疗社保等情况，我都一一做了回答。我告诉总书记，过去我们住在山上，穷得叮当响。2016年搬到了锦屏社区，住进了3室2厅的房子，十分敞亮。老人也有人照顾，孩子在浙江大学读书也不用愁。总书记听了十分欣慰，他强调，过去讲安居乐业，如今对搬迁群众来讲，乐业才能安居。最初担心我们全家从山上搬下来，没有工作，生活都困难。我自学了家用电器维修，社区邻居的电饭煲、洗衣机、空调、冰箱等家用电器坏了，我都能修，也有一部分收入。去年我通过劳务派遣在镇供电所上班，妻子在社区工厂有公益岗，我们2个人加起来1个月有3600元收入。以前担心买菜贵，现在社区实施小菜园工程，给有种菜需求的群众每人都分了1块地用来种菜。在我的菜园，我种了豆角、辣椒、西红柿等10多种蔬菜，现在吃菜方便多了。这2年我们在老家自己的承包地里又种了5亩茶园，又多了一条增加收入的路子。我觉得安定的生活、愉快的工作就是小康。